希塔未得下載，接受。接受係一種強大嘅內在力量，佢讓我哋能夠同現實和平共處，而唔係試圖改變或者抗拒嗰啲我哋冇辦法控制嘅事情。當我哋學識接受，我哋就能夠釋放對過去嘅執着，釋放對未來嘅焦慮，專注於當下，搵到內心嘅平靜。接受並唔代表要妥協或者係放棄，而係承認事實嘅真相，並從中搵到成長同埋學習嘅機會。呢個係一種智慧嘅表現，讓我哋能夠喺困境之中依然保持平衡，搵到新嘅希望同埋方向。當我哋學識接受，我哋嘅內心將會變得更加寬廣，能夠包容更多嘅可能性。呢種內在嘅平和會引導我哋走向更深層次嘅理解同埋成長，讓我哋喺面對生命嘅挑戰嘅時候，依然能夠保持堅定同埋安然。而家我請一切萬有源頭將你嘅細胞接收器打開，為你下載。我知道源頭對接受嘅定義，我知道接受是什麼感覺，我知道如何時接受，我知道如何每一天過住接受嘅日子。我有源頭對接受嘅觀點，我知道接受係可能嘅，我知道接受係安全嘅，我接受。如果同意以上下載嘅朋友，請講 Yes 去接收，我為大家見證。所有下載都下載到大家身上每一個細胞，所有信念層面，所有語言，所有時空。多謝，完成了，完成了，完成了。